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村民大会》，我是吴子怡。今日村民大会带乡亲来到位屏东玉腿的竹田哦。来到竹田，乡亲大家天初我地有一个竹田一夜、竹田一站，也就是头摆的竹田插头，就会爱顺风一个日本式的木造建筑。虽然讲呢，一个木造建筑也无用的，不过行嘅保留下来嘅，也就会采取一定有名的富察路的文化语言。也呢，现代人当时行纷纷的工业的生活方式，一代人就会来到一片甘肃采体当有老子民的生活感觉，韩国文化风情。故所讲，也蛮上一个概念，喺台湾近来近速发扬，每位到乡镇上会申请国际蛮上的认证。竹田对去年起始就当上忙的2争取亚红认证咯。相来讲，也个蛮上的概念，用我哋采体发展起来。本乡亲来啲，蛮上嘅概念，按用嘅睇采体，用嘅来推广出去。今日嘅村民大会带大家来到竹田，我同采体乡亲、韩国相关单位、学者专家向下来讨论。请天天镜头来到节目讨论的现场。讲到竹田乡哦，先带乡亲来看。竹田乡呢，其实佢係喺屏东6队一片，其上係中队。人口每一度差唔多有17003人。頭擺佢按到頓物種哦，一下呢同頓物一片有一個吉祥物按到頓物牛。佢呢就係為人哋竹田鄉希望帶動採體嘅一個吉祥物，本大家認識採體。上來呢。竹田有對每一個 QT 名，韓國有安定一下嘅吉祥物，還有乜嘅採體嘅文化資源，等大家來看咯。先對樣片帶大家來認識。屏東縣竹田鄉嘅人口大約27000幾人，抗年嘅人口大約23000萬人。鄉都嘅竹田一站還保留日本式建築嘅特色，經過鄉公所嘅修整同規劃了後，連埋係遊客去竹田留了無戲嘅景點。好來，小朋友唱檸茶。屏東竹田鄉一搭老屋嘅主人同老屋就竹田車頭概念來講，表現客家元素，配合竹田鄉新場萬象認證，同老屋改草做茶土同藝術創作嘅空間，形成一種安尼飲茶慢活的生活的態度，按入來嘅人也去深入嘅親下咯。97、98、99。衛生所人員帶小外界老人家向下來做運動，還針對食材同空間，還有施作嘅安全做先導，好幫老人家免使得空間來生活。這邊都是我們本村本社區的農民哈，啊，現在年紀多大沒有辦法了，我們就給他收攏到這個地方來，給大家做個運動啊，做個健康嘗試啊。這幾年來，台南呢個高架路底下規劃嘅單車掘土，未係民眾休閒留了嘅好會所。國際慢車為標記，竹田重新起努力。為到本外界國人認識竹田鄉公所自今年1月開始積極推動竹田新場萬象認證，偏別項目則包含採體古蹟保存、老年的照顧列島。前本所正結合20個公所60個發起人，向內政部申請人民社團團體的設立，成立台灣祛痘國際慢診聯盟研究有高速公路同快速道路是連接屏東同高雄市區，未咗兩個台鐵車頭連外交通利片，但是未人機交通睇利片，運用旋流海觀光客到竹田漫遊漫雪，將係新場萬象認證嘅關鍵。紛紛呢講佢哋嘅生活方式，係採體人，咩係台灣人，也係見來見實行，見來見上嘅追求嘅。今日呢，我設置來到討論竹田愛推廣慢上嘅認證，我先為大家紹介今日嘅來賓。特別來賓呢係竹田鄉嘅大家長、鄉長傅明雄副鄉長。還有我哋村民大會嘅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感謝鄉長。聽呢位來賓，我紹介佢係竹田嘅採體人。大人科大行銷與流通管理系的教授陳志偉陳教授。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教授好。
第3位来宾呢，她是台湾慢城联盟的执行秘书张玉佩张小姐。大家好，玉佩好。前面一位来宾呢，佢黑黑头，苗栗男中一个慢上哦，佢同时也是自由的作家齐彩云，齐小姐。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齐彩云。多谢大家。还有呢，今日看到台下坐到按闹热有按到的竹田乡亲来参加今日的节目录影，相信大家今日对慢上要有更多的讨论和个想象哦。先来看到哦，其实呢，对去年起始，竹田就想要推广慢上的认证，而通过一个国际慢上的认证，它有8大公约。这个8大公约呢，其中一个部分是人口的部分。人口冇太多人，差唔多係冇超過5萬3人。韓國呢，要有良好嘅採體嘅環境，要保護跟維持自然的環境。然後呢，我們要繼續倡導，還有持續推行在地可以發展的技術。另外呢，很重要，同重要就係講，要同採體嘅文化，韓國要保護採體嘅風俗習慣，韓國文化嘅背景，也係同重要嘅。睇竹田影片呢，有好多人，有漢人，韓國有按道嘅歷史資源，也就會採體深厚嘅文化內涵。副鄉長，讓我呢，我想要睇竹田來推動安尼慢上認證咯。也國際慢上吼，我來想去竹田來推動嘅人員，如講我哋屯嘅豐年鎮吼，係一個姊妹嘅鄉鎮，由豐年鎮呢，來影響到我哋竹田吼，想我來推展也國際慢上也嘅部分。我哋看看啦吼，目前竹田鄉伊係最有文化地方吼，包括我哋呢忠義亭、竹田茶站，還有我哋之前那個萬景教堂，之前呢有個九二神教堂，還有我哋基督教有個巴克利博士吼，一個紀念碑啊就東西，猜都係講我哋竹田呢係目前呢最有神槍有國際慢上嘅一個條件。另外，如果我哋見下竹田吼，給我哋呢所以嘅屏東平原呢有個地方吼，有三尾有個海東江海，吼，講我哋呢有個愛寮海同我哋龍江海經過我哋一片，我哋喺旁邊一側邊呢有嗰度有個建設田吼，所以佢嘅推展有個國際慢上一個部分呢，我哋有個條件有個嗰度有個人員，有改好嘅一個東西，所以我哋佢嘅豐年鎮嘅影響之下呢，我哋希望呢將我哋竹田呢變做無窮樣吼，尤其我哋嘅一個文化，還有我哋有個採體神山呢，有到嗰度東西吼，慢慢嚟俾我哋呢各個地方呢，各個社區吼來去發展出來，包括我哋嗰度話呢嘅金銀花聯盟，還有我哋呢採體有個長嘅。變咗我哋擁有嘅檳榔山來嚟做有一個推展吼，所以呢我哋地方上一個嗰度上演，包括我哋有個縣政府也將我哋一把嘅竹田嗰種也賦權呢，去納入有個老年友善環境嘅一個部分，也有一個企業呢，準備嘅竹田呢投資嗰多錢，我來成立有個醫療嘅設施吼，所以嗰度東西結合之下呢。我認為我哋已經有達到有嘅條件來推展我哋呢國際慢上。鄉長呢盤點了我們竹田有哪些在地的文化背景跟資產，那他同時也提到了我們竹田有非常好的檸檬，還有金銀花，還有花卉的產業。其實在地呢，農產也不會輸其他地方，也是非常優秀的。在台灣呢，現在有4個慢城，它分別分布在東部跟西部。東部就是剛剛所說到的鳳林。鳳林呢，它也是台灣最早通過慢城認證的。它現在呢，主打的應該是說它的客家文化跟自然景觀，可以讓大家去到在地體驗客家人的生活，感受在地鳳林的慢生活。鳳林通過之後呢，其實在西部很快的就有3個鄉鎮通過，苗栗有南莊跟三義，還有一個呢就是大林。那我想要請問一下，陳教授，我們在過去在竹田做的那麼豐富的田野調查，竹田的這個文化資源跟歷史背景，真的就是像如同鄉長講的，其實是做得好好的推廣，安尼慢上認證嘿。那我們在104年到105年啊，對我們竹田鄉15個村莊啊，做了很詳細的盤查哈。那剛才我們講過，從北竹田的北部到竹田的南部啊，那每個村莊都有很漂亮、很深的那個文化，還有那個故事。
所以我们在讲说，我们不管是闽南聚落还是客家聚落，的确都很符合我们曼城。那我们本来就在做了，所以我们在做这8大公约列在那边，我相信我们是有那个能力去把它完成。以上。那我想要请文教一下玉佩，我们现在台湾的曼赏四个曼城已经一起来联合组成了一个台湾曼城联盟。那这个联盟它成立的主要的目的，跟它对于现在这么多乡镇想要推广曼城，我们可以提供它协助，还是我们要做一个把关？台湾的农村如果要申请曼城的基础条件，包括一些社会福利制度，其实都不难。但是我觉得最难的是需要花时间跟不管是乡长或者是大家其实都是最重要的角色，怎么样去认识曼城，知道曼城是什么，然后认同，这个是需要很多的时间，然后再来一个是资源的盘点，也是需要非常时间去做这件事情的。所以我觉得想要申请曼城的城市可以先做这些规划。那现在呢，我就要把时间开放给在地的乡亲了。针对每个曼赏有每个想法，有每个意见想要提出来的，请卡数帮我提好吗？要不太高？跟曼城这个曼字的定义，就是说来到我们曼城的那个乡村里面，要放慢我们的脚步，要放慢我们的生活时间，来。你不要说来到这个地方，你不要把它当成，是来玩的，或者是来消费的那个心态来这边玩，应该是要了解，不要把时间局限说，我在这边要半天、1天、2天，我就要走人了，就要回去了。要深度旅游，慢慢来认识。对你甚至于住个3天、5天、1个礼拜都没关系，要了解当地的生活习俗、生活习惯，或是当地的他们的作息。所以乡长在我们竹田乡在推这个曼城认证这一条路上，大哥你应该也是非常支持公所，而且你也会跟社区里面的伙伴一起来好好的努力，迈向曼城认证这样子的。因为这3条线我有在参与。OK， 谢谢大哥，感谢大哥，请坐。还有乡亲爱表他意见的冇，请卡数。我跳太村呢，最主要就有个金丝亭嘛，以及一个北宫嘛，个一个打工的旧址嘛，我哋跳太村呢，做乜我讲对曼赏呢有过太处理呢，因为它是一个景点，而且是文化传承的一个意义，一个内涵在里面。所以呢，有限的时间，就在施工中嘛，一个施工后的时间呢，它的样貌就不一样的所以我改翻人讲全台湾呢，人生呢，乜講到6對一個金絲田，乜講到金絲田也都傳承呢客家人呢對文化我本大家看到啦。本大家人講我哋客家人呢對一詩字一詩呢。嘅充实，对要文学的充实，各位乡亲，还有乡亲要表示意见的吗？因为我们都是以农为业大家农村人都是很快乐的生活，都有这种慢的这个一切的作物都是有一切作物它们的那个生长期间所以下来就是清闲的时候了。清闲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发展其他的人文景观的那个文化。你就像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朗塞这是我们闽南6份社区里面的妈妈们他们来行政成立呢。而且我们竹田又是一个闽南和客家同一家的那个部落的那个文化部落了，我们都有在发展各个那个文化保留下来好，谢谢大哥。还有乡亲要表示意见的吗？我们再开放一位。两方面来讲，第一就来讲，我们竹田乡嘅乡亲要将这个送出去了把自己推出去了，去看其他嘅乡镇今天都都市好，喺其他乡镇去看看偏人咧xã區咁樣嘅嚟經營，打開自家嘅形象，能夠來改變自家，像比如講我哋竹田高飛對前年開始就辦
三期嘅关怀起点，我哋将呢群老人家四日上来，四日必定向下教，向下示范，上课教佢哋新嘅概念，样嚟食，让佢健康，样嚟做运动，带本自家嘅身体能够更好，各方面，去年11月，我带我哋45个老人家，坐高铁去到台北。去总统府了，去有啲总统府入住，然后又去到101大楼，登上去，啲都係我希望，我哋昨天上嘅相親，能夠行出去，行出去。因為講有一個漫長嘅認證，會有人行入來，也係講相親要行出去看到哪邊呢？我哋先行出去，打開自家嘅心胸，人入來，我哋讓啲講一樣嘅來。招待啦，一樣嘅嚟營造呢個國際嘅漫賞，昨天實在從頭到按到貴賓上先講嘅，就真多嘅故事，譬如講昨天一戰嘅池田一郎博士，咁我哋大家都知，我講我哋高飛一個非常感動人嘅故事，就係在美國有個宣教士，佢來台灣3拜。第3擺歸去美國以後，發現到自家笨牙，笨牙。我過身嘅時節，佢同佢嘅家係講你愛死鐵，你一定要將我嘅骨灰帶到竹田來，我帶到竹田來。當然佢嘅家真緊都將佢嘅骨灰，對美國，仍然對美國帶到竹田來。無論係日本人嘅池田一郎，都係一個宣教士，佢哋兩樣嘅外國人都愛愛竹田，何況我哋竹田本地人，係唔係愛更加愛保護愛上我哋竹田啊？剛剛亞比泰哥講到嘅，我們要為竹田感恩前面發力，跟俺想要先唱高彩雲，剛剛都按到嘅鄉親講，本身咩係頭南莊咩係一個漫賞，你又設起個義大利嘅漫賞來參觀，你。聽了那麼多鄉親的講法，唔知道講他們這個觀念跟我們現在南莊的推動的漫城出發點是同樣的嘿。我想以南莊來講，家看到係多元文化，因為除了個啲客家人以外，還有水客族、西社，還有大人、泰雅族泰雅族，所以呢三個族群對呢兩位就形成了其實。大家知道講係多元文化，但是我知道講在多元文化之下，大家係咪來互相包容也當重要？做乜按樣講呢？就講大家生活嘅習慣冇同樣，還有講大家人可能信仰也冇同樣。但是今日下做嚟講融合共下，大家拖來拖去啊，也係講結婚，因為係同婚嘅結果。但是我會知道。一個同重要嘅，就係大家有感覺，呢兩位生活有感覺快樂，有感覺幸福嘛。講你每一個人，講你有幸福快樂嘛，呢兩生活知道係咪當感恩啊？佢假使講佢回答你，你講係啊，係當快樂啊，亦係講係知道講冇乜嘅煩惱嘅事情，我就知道講按用呢一點。就會成功誒。蔡雲其實他曾去過意大利的大城，那曼城，對，那就讓他來同大家說嘅。我想我提到漫賞之前，我同大家來講兩漫食唔係講天天嚟食咯，慢慢嚟食，講食從對6點食到10點、11點按叫嘅嗬。其實我做埋去到北方意大利北方嘅 bra 上司地位度，因為呢一片係運動慢食運動嘅發源地，你就加相對加很多 slow food， 就係講 fast food， 所以呢慢食因為呢翻譯過來嘅，就唔係講慢食，係針對到呢太顯呢，像麥當勞啊，呢條太顯呢企業佢哋嘅凍夾食凍夾，但是唔啲佢嘅肉板來嘅，那個馬鈴薯肉板來嘅嗬。你要食你菜體嘅東西，菜體嘅東西就會乜嘅喏？
可能是一般农民，你讲小农种的东西，你做得有自家来把关，自家人说的说得安心，说得安全。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哦，在佢意大利嘅总铺，你斯洛夫的总铺哦，佢嘅招牌有像你一用法拉比邦嘛？唔啲南鋪係咪有按用嘅講法嗬？就講佢嘅招牌其實係像按用圓圓呢，嚇，也係講一堆牌嘅鐵牌嘅疊上去。就講其實佢會留幾片嘅建築物互相嘅融合，唔係講萬人嘅招牌貼片太窄，貼片花，貼片一下本人看得到安尼。那我會知道講用版型，就講每一個人。每一個鄉民做得自家來睇得講自家嘅文化嘅內涵係乜嘅，啲動重要。就講唔係講專門嘅專業嘅導覽人員講，我今日帶人啲老了啊，講嘢講聽了以後，你就去識煮去編手安尼。我係知道講，從細年到老人家，自家都做得做自家嘅導覽人員，做得來講解自家嘅家鄉。那位真好教，細年你一定要佢自家好教嘅位數嘛。老人家咪要佢懂懷念嘅位數，冇一條樹嘅一隻石鼓，也係白宮，全部都做得。我係希望講，係咪大家做得啲嘅講自家嘅故事啲那位，用故事來串聯自家嘅一個嘅鄉鎮嘅記憶，我係知道講你係一定好嘅事情。好，多謝。做啲係個故事，有個文化，韓國嘅叫乜嘅菜地嘅農體產，做啲帶動菜地嘅產業發展，你嚟看啥類樣片？若沿線古天河灣台南步發光是相當近切，景前灣台南同前台南設法基建10萬年嘅黃澎灣，總嘅面積有咁矮數年嘅問題。氣候吼，嗰接近到嘅呢太極嘅樣嘅，吼啊，而家氣候嗰溫和啊，適合嘅呢啊熱帶嘅南法。上次拓出個戰略基建數嘅內網，表現為成個基地度來實現，為咗照顧品質，逐田高數第13產銷班嘅64個班員，做下有申請產銷理念引進，由產銷班來做融入嘅管控，唔單將保質無土，每本建築嘅廠商對品質有信心。我們的價錢有地板價，沒有天花價。看那個市面上高就是有些是，啊，市面上下到10塊，那就不下了。除了自己生產嘅內網設法同逐田，咪係腳頭融入嘅衝勁，融入就堅持提高成本，用台灣嘅菜體原料，咪係做下列到本民眾到參觀嘅時，sẽ識到原料黃頭嘅無相關製品，呈現出本身產品嘅優勢。像我哋嘛用原料黃頭嘅、芋頭嘅，再加做頭能本香廠嘅原料來食。因人來米土都按好嘅，愛做出來頭又較好食安尼。因為呢，竹田呢，地勢平坦啊，良田沃土啊，種物嘅少物呢，所以竹田係我哋對的農業很好的一個專業生產區啊。最近頭提農業區農田農水路嘅規劃環境，不如高速公路面勢連接，在直接送去北部嘅澎湃市場，屏東竹田嘅農田產業是有較好嘅發展。屏東有竹田樣片有按好嘅農業發展嘅條件，街頭樣片當中有看到哦。其實竹田呢，內網基建發展起來，韓國有當好嘅品質。韓國呢，沙類嘅嘅花卉，像係蘭花、文心蘭、前推蘭、灣推蘭，韓國呢也有推廣金雲花，也都係菜地，也一定受歡迎嘅產業。那我們今天呢，特地邀請到了一位，他是意大利曼什大學碩士班畢業的，我們的魏先生，魏念祖，他今天特地呢來到這邊跟大家分享他在意大利念曼什大學的時候所認識在地的一個曼什的想法。那可以請你跟我們在地的竹田的鄉親來分享，剛剛大家所說的那種在地慢慢吃東西那種曼什的概念，跟你在意大利所接觸到、所學到的是同樣一個想法嗎？還是說有所不同？的確像他講，曼什
它本来其实是一个国际运动，它是在抵御素食所开始的，所以慢食绝对不是慢慢吃。首先当然我们有很好的农产品以后，应该说在慢食的想法里面，食物它其实背后是蕴含着很深厚的文化的。就以酱油为例，它是我们中华儿女它很重要的一个文化根基。那这些柠檬或金银花，我相信它背后可能它都有很深的在地的条件。比如说，你不太可能想象在台北可以种出这么高品质的柠檬，所以只有在地这么好的阳光，然后甚至很好的水质等等。其中一部分我觉得也许是可以跟文化溯源有关系，所以比如说像这边在地有很棒的大人科大的教授们，由他们去做一些城乡访问，去了解这些柠檬过去的历史背景是什么。那把这些串联起来，像刚刚提到用故事去行销他们，让每一个走进来的观光客，他们看到为什么我们要吃特别就是竹田的柠檬，因为竹田的柠檬可能在过去它有它的历史背景，它就是在这片土地长起来，所以它长得特别的好。那它特别有跟在地的文化有历史有连接感，所以我们必须去吃它，而且我们必须是来到竹田，我们没有办法在台北，我们没有办法在花莲，我们只有在竹田才吃得到。那这个我想是就是意大利人他们非常厉害的一点。那甚至一个小小分享，比如说我们这次去刚回来，我们参观了一个非常知名的叫做帕马森起司。那个cheese之所以知名，是因为他们有点像我们产销班的制度，可是他们成立那个所谓的工会的能力是非常非常强大的。他们甚至会去制约当地所有的农民，必须要遵守所有的规定。比如说，你乳牛只能在当地的乳牛，你必须用当地的牧草才能生产出这个最在地的 cheese。那我觉得这边的柠檬啊，甚至金花也有一样的条件。我们可以自己很自立自强，然后把这些文化的东西发展起来，甚至成立，比如说一个品牌，比如说竹田的柠檬。那是因为食物是一个很容易被理解，甚至是去行销的想法，用食物去传播，其实可能会是一个很方便的一个想法。谢谢你。竹田有这么好的农特产品，那刚刚他也跟我们分享那么多的意大利的经验，也来谈看那菜地雄心用的讲，有菜地的生涯台北我来发表意見的冇？那邊睇講？竹田位於屏東縣的中隊中心點，對於深山熱帶蘭花蘭花最適合的地方。竹田的文心蘭我係成日本相當出名。喺全國的話佔喺可以排前1、前2。尤其是近幾年前台蘭、灣台蘭、個聖耀蘭有幾種蘭花，喺鄉長同農會配合之下推動得相當好。竹田鄉來推動嘅慢生對我哋嘅蘭花產業非常大嘅幫助。用辦講咯。可以將我哋竹田鄉嘅蘭花推出去全世界，本他今年提講竹田有安獎嘅蘭花。提講漢拜神槍都慢上，提講安尼竹田係國際慢上，也個國際慢上竹田也特別有生產品質當好嘅蘭花，希望大鵬安尼打出安尼竹田蘭花嘅名聲。好，多謝太哥。還有鄉親，還有鄉親要表示意見的嗎？這位大哥。我是那個產銷班檸檬產銷班的班長所以呢，我們在我們這個產銷的林業呢，我們已經有具備推廣這個慢城3個準備好一個呢在進行中第一個準備好呢，因為我們竹田鄉呢那個檸檬產業呢不是那個全省種植面積最多的地方，其實呢檸檬種植最多的地方是那個偏北地區，我們竹田鄉呢只有佔全省的種植面積的第7位。但是我們是但是呢，我們第一個準備好，就是我們的技術，就是全省之冠。因為呢，全省在做檸檬訓練，都是在我們竹田鄉，不管是做產期調節，或是這個農業事務的訓練，所有有關
这个柠檬的产业，农委会的训练都住在我们竹田，这个是我们的技术上已经领先全国所以我们这个产业已经在全国这个能见度已经能看得到。第二个就是我品质的问题，食安，因为我们竹田乡呢也是最早推广这个产业气作，你要做气作就是一定要安全，因为食品工厂才能收购你的柠檬，所以呢，我们竹田乡的那个柠檬呢，做产销履历可以是在单一产业呢做产销履历冠于全省。那第三个呢？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这个附加价值，就是这个产品，我们这个产品呢要加工。我们在已经推工加工，把这个附加价值提升。像这个我们竹田乡呢去年屏东县办这个10大伴手礼总共有100多家去评比，我们竹田乡呢争取到两家，10家里面我们竹田就有2家。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柠檬脆柠檬，第二个呢也是我们的酱油。所以我们的那个能见度也是可以说是能看得到了。谢谢大哥。还有乡亲要表示意见的吗？来，这位大哥。尤其我们二仑村在慢食这个区块不缺席。尤其我们有机的金银花，现在是台湾岛第1家的一个有机认证金银花。那由3级产业生活、生态、生产这3级产业，生活融入到社区，整个社区动起来。从这个金银花的产业，我们已经跳到3级等于6级产业。我们有办一个课程，教学活动，然后体验 DIY 的采花乐。由于这个产业在一个生产过程，生产的当中1分地可以造就2个工作的天，可以吸引国际慢城的人士来到我们二仑村，然后以打工换宿的方式来参与这个活动。最后也希望电视机的观众朋友来到我们二仑村慢慢体验我们农村的生活。谢谢大哥。那我们今天呢，没有农飞的代表来到现场农飞其实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我们1级产业的辅导，农会其实一定是第一线的我想要强调农飞那片有没有该素材就会同台地农民天数的吗？我们未来会整合我们的花农、小农，一方面来辅导他们来做农产品的品牌建立然后来把整个产业做更精致化。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们来辅导产销班，来做观光导览的功能，让游客来我们竹田，可以来体验说我们文心兰的美学。那最后我们是希望说，我们来提振我们农村的经济。那熊总，刚乡亲讲到加入按道的菜天农天赛，农方面讲要好好来推广，一片。公所用的同家都整合起来因为大村都有大村的特色咩？我之前呢办了2摆的路跑国际性的路跑，5年的情况下呢来参加个人的路跑，5年的做下以后呢，天天那个我爸上读到讲乡总，唔知5年的安湖唔是看过5年的那个。有国外来参加研究。创唔都可以讲一个国际冠以後，係咪攞嘅時間，甚至講我哋喺國上係咩希望佢哋教英文，教我哋做佢仲教英文，所以唔講而家竹田已經有安尼條件嚟去做有嘅國際嘗試嘅一個認證當然係要條路冇咁簡單，但係我哋可以基本上看到我哋竹田用按好嘅人才，所有嘅有嘅經驗咧都多長大家如果係信心一步一步行，係希望咧。最好嘅時節係3人、4人，甚至講讓佢嘅人基礎要做備好，冇做好會熬嘅。基礎做備好以後，來認證又係意大利國際慢城嚟認證，必過嘅時節，我哋那會感覺歸廣用。唔過呢，睇視譜有兩個鄉鎮睇苗栗呢，其實呢，其他通過慢城嘅認證，你看下通過慢城認證過後嘅鄉鎮，冇係用嘅錢呢。苗栗縣12鄉有9山線的鐵軌路，未有兩條團橋嚟到景點，國家本來嘅數條3年，唔過係2年就係偏鄉時遊客做下動到。
头195年新倡导国际慢上认证了后，要在其他国际的旅客增加来感受当地的小镇生活。一年是还蛮有感觉，有的就第一年慢慢，第一年就慢慢。香港头195年新倡导慢上认证的苗栗南庄乡，业者只用强调采体新鲜的食材，希望观光客入到深山的路街，使得许多当地有原住民同抗人特色的料理。最希望是咧县政府咧香港所咧停少帮忙喺店家咧讲咧做广告吼，要对我哋实际嘅帮助。桃花莲凤林加二太林了后，苗栗三二同南庄变做第3同第4的慢上。虽然观光产出的效益还蛮显明，但是因节目相关的乡镇资源分配，都算就慢上的认证，南庄乡还係希望中央政府sẽ多聽數宣傳。香港國際遊客，我希望還係愛中央單位，因為這個經費太龐大是我希望中央單位來吞做兩個宣傳宣導。三二鄉在感受到良鄉帶來的效益，申請經費就較簡單。今年的大概6、7月份呢，那個 Rail Bike 就鐵道自行車，就會全國做資源，一天天就會啟動了以後，因為有個觀光客是倍增再倍增到3億。為咗提升3年嘅觀光發展，三二鄉大禮拜固定辦座談會，邀請相關學界來討論產業嘅發展，希望持續推出無相關嘅觀光特色，使民眾過來了。唐嘅家三二同南莊嘅業者嘅講法也好，也係佢哋鄉鎮嘅講法也好，其實佢哋有啲想法係希望講推廣慢上會得到中央單位、韓國公部門嘅認同，要卡到嘅經費落來為地方上做到乜事情，韓國呢輕鬆嘅就會向迎客來也觀光等於慢城嘛，也係愛睇大家好好來上看下樣。三輪呢，我在個開放現場嘅詳情，係有人愛表示意見嘅冇？我係喺在地分享嘅釀造業者吼，做體育嘅，一個業者。做體育嘅吼，目前喺我哋竹田鄉啊吼，係中鄉有6間。喺台灣啊吼，算一個鄉鎮有按多間體育間嘅，吼算一個幾多嘅啦。增加我哋愛回歸，如果講我哋愛用嚟配合鄉公所。同我哋鄉長推行嘅慢上嘅認證，當然對我哋一個小型嘅企業吧嚟講啊，吼，我哋一天要經過雙方嘅天數，能有法度同我哋講也載體小型嘅企業吧，吼，產品來推售出去。當然，因為啊，吼，我哋載體嘅企業吧，吼，載體嘅小型嘅工廠啊，吼，攏因為出現一個場地嘅問題啊。講吼對一個地方唔立白，我哋每個希望講對我哋工廠有一個小型嘅講解地方，本一個遊客來到我哋一個地方，有我哋工廠嘅人員直接嘅介紹來講解俾他人了解，甚至可以做啲 DIY 產品，我哋本嘅來啊觀光嘅遊客，能夠帶過去，能夠實際下到去參與，這樣係挺好嘅。但是啊，吼，也係還係要經過我哋鄉公所對我哋呢個規劃同嘅支持啦。多謝。多謝太哥，還有人要表示意見的冇？係有位太哥。竹田有一個很長久的一個文化悠久的歷史，從頓悟開始到我們竹田火車站這樣的文化悠久。那事實上很多的產業需要透過人自己來堅持跟執行，然後慢慢的才讓我們的消費者來認識我們的在地。那我另外有一個感受是，越在地越國際。尤其像現在全世界越來越國際化的過程，那反而在地的一些食材，像我們意大利的Parmesan cheese全世界有名，那也是因為它的品質受到肯定。那我們在推文心蘭推到國際市場20幾年，也是品質受到肯定，才慢慢有名。我們希望藉由推廣這一個花卉國際行銷的過程，也把竹田
另外一种风情也推向我们国际去。谢谢你。那我想要请教老师，大家讲了这么多，那我们要怎么样？我们接下来的第一步，因为乡长说我们大人科大这边会协助竹田这边来推广慢城这条路的认证，我们第一步要怎么样子去协助乡亲？那我们在推动这个慢城的认证里面的72项指标要做的事情也蛮多的，所以我们现在学校里面我们整合我们的社会学院跟文创的研究所的这些老师还有客家研究中心的，我们已经有一群人都 stand by 准备好。那如果说我们这喊启动的话我们会成立推动委员会，我们跟乡公所跟乡长这边会密集的来开会。那我们会逐渐就看有什么需要的，我们有一群的老师会进来协助我们竹田乡的认证。所以我们刚才在讲的那个我也很期盼很期盼我们在目前的这位前辈都在这边因为我们一个东西带上来，因为乡长在讲的每个村希望村村有特色，我们也希望说村村有村宝，把这些东西带上来的话，从文化面、从产业面，我们可以让这些人慢慢进来生活。那当然有一个很重要的，他们要住哪里食衣住行在住哪里？这个我们相信乡长从他开始上任到现在我们去做的这些资源盘查里面都有发现到这些问题。但是这些东西只要我们认证通过了，有那个社会的需求，有需求就会有动力。所以我希望说这一步来慢慢来推动的话，我们会很多的乡村村庄里面会有人带动起来。我们也希望目前已经那个成熟的这个班长还有业者能够带头，把村庄，因为村庄就像我们自己的家人一样，我们把它带上来。这样才会有年轻一辈回来。所以教授是说，我们现在在地资源也有了，那我们现在就是缺乏怎么整合，然后我们接下来呢，就是还是需要社区大家一起来配合，因为要推慢城认证，不是只有公所的事情。那我最后想要请教的是彩云，唐个按度的想法同意见唔系唐到讲按度，大家都讲做挺安站按记好的。那如果说以你这么长久以来喜欢深度旅游的话，你可不可以跟天使机头前的乡亲讲，你对竹田本用的了？我会知道讲大家迄边做的相看世界都带有那条东西。像我查一下资料，就像我记得讲在中正路嗰片有一间八公庙，跟顺头就有一间面店，我就知道讲呢间面店都有故事，就讲银客多的时节做的银客做的到嘅旁边呢嘅八公面前做的生面还有我就想讲嘅老夫子的壁画，你下当多不管係男装也穷樣啦，就講當多按樣型呢牆壁的牆面的美化，也係講種子藝術、裝置藝術，那也有強調到藝術家來駐村。我知道啲想法都當好，但是用把型老蔡天人產生關聯。我想啲係出得因為一個外天人來到呢位，一定要由蔡天人來互相來聯絡來接觸，然後記得講呢片嘅事業係乜嘅，唔係講蔡某輩人來呢位做，也係發帖，然後佢走帖嘅，呢條東西留到呢，其實冇乜嘅意思。好，老蔡天嘅故事冇乜嘅關聯性，所以我也記得講呢位有一個武大嘅名聲很多地位你係佢嘅語言係去香港結果佢一下再講退休轉來自家嘅家鄉，後面佢有佢嘅武術館，也係講佢嘅故事，也做得來傳達出來、表達出來，本係會好希望啲武術嘅小朋友向下來打拳頭，我就知道講按樣就有人嘅故事、菜天嘅故事。我希望講啲條原先嘅東西做得帶入串聯出來，按樣現狀做得連得到，你自家按樣排有理由。比如講喺親子來講，也係講文化出老人家來講，旅遊嘅方向就係冇窮樣。你成人嚟講，一定可能還有後生人就會打卡翕相，所以係咪針對不同嘅族群有不同嘅路線，所以啲係我自家嘅建議啦。多謝蔡云。那我想要請教念祖，你在意大利有這樣子的這麼多的經驗，你曾經也去我們的曼城有
也在那边旅游过。那你觉得刚刚大家讲了这么多，相亲现在可能第一步，你可以给他们一些建议吗？在曼城的部分，在全世界的第一个曼城，然后我之前听于佩也提到，就是曼城的总部是在意大利中部一个叫 Oviedo，那个小镇来讲，它本身具有相当追溯的往前的话，甚至可以追溯到伊特鲁斯坎人的地下城的遗迹。那当然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长的历史。另外我觉得第一个，我觉得对观光客的友善可能是很重要的。如果要发展观光，比如说对于台湾在地的其他城市的年轻人们，我们比较平常熟悉的管道，比如说在网络的管道，甚至从过去的脸书到现在我们俗称的 IG、Instagram，在这上面是不是有一定程度的曝光？然后对于外来的旅客是否有很友善的部分？比如说我们那时候到 Oviedo， 它当地可能会有一些当地的导览，那甚至是你走到一些重要的景点，它旁边会有解释的牌，说这个景点同时会有意大利文跟英文，至少2种语言。那对于不管在地的人或者是外来的旅客，我可以很轻易的知道说，这个城市的历史或者这个遗迹是什么。所以我想这些部分会是让一些外来旅客会很方便的。那或者是我想刚刚有提到，就是食物上的行销，我觉得会是一个很不错的想法。谢谢念祖。那最后我想要问一下玉佩，刚刚听乡长也讲了，老师也讲了，还有在地乡亲，其实大家都说了，我们其实都想要往曼城这条路来走。那乡长也说，我们要慢慢的来做，3年、4年、5年都可以，我们来等。那乡长这个出发点是对的吧？那我们要怎么样来协助他呢？其实我刚才听的就是不管是乡长或是乡亲们对于曼城的一个愿景，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已经有相当的一定的想法，想要做这件事情。但是我可能就是要提醒到，就是可能大家都会被新闻媒体或者是某些政治人物的发言误导，说曼城就是等于观光。但是我要非常非常的强调，曼城它不是等于观光。当然大家都需要拼经济才能养活自己，但是它讲究的是一种微型经济。应该是说国外的曼城其实大部分观光并没有这么的重点，反而是像有一个英国的曼城，它其实跟凤林镇或者是可能竹田乡都很像，老年人口居多，然后以农业为主，但是他们做了非常非常好的老人福利规划，从医疗、交通，然后到课程，到社交活动都涵盖了。所以观光并不是唯一的方式。那再来一个是其实竹田可以思考看看，因为到时候台湾现在目前有4个了，你怎么样去跟其他的台湾的曼城去做一个不一样的东西，也许是可以考虑，比如说像有机农业很强，是我们的强项，或者是环保，或者是绿能等等这些比较未来比较永续的一种方式去做一个发展，这样。我觉得在曼城的发展当中，可能有时候大家的想法都会在想游客。那其实站在居民的角度，应该是说曼城是要站在居民的角度去思考，我怎么样让我自己的生活更好。今天游客来很多，然后导致我回家是塞车的，然后造成我很多的麻烦，这个绝对不是我们要的生活。再来一个是游客，其实对我来说啦，我觉得游客真的是一致来消费而已，他们可能就这样就玩一玩，然后就离开了。但是如果今天我是居民，像我知道凤林镇有些渐渐的有几个不是很多，但是有一些人他搬进来了，因为他们认同这个理念搬进来，那当然他们也是用爱护凤林的方式，以一个居民的身份去爱护凤林，爱护这个土地。那我觉得这个曼城的架构是就是很适合一个乡村去做发展的这是以上我的建议。谢谢玉佩。清明啊，问乡长诶，糖的按道的专家建议，我推广曼城无按规呢。因为汉语谱运用的绿色许多沙旗同大家乡亲讲，昨天我推广曼城的想法是嘛个乡长，汉语谱运用会做。我去想讲我当然要印象讲昨天，今仔因为人口因为
因来因受吼，按样来提升咧我哋提防上嘅也都建设吼。我哋提嘅技術建設，我哋唔會少啦吼，該做我哋絕對會做。我哋嘅想法，我哋按照團嘅我哋嘅公司嘅所有嘅也會一個主管，我哋嘅思考講，用減法嘅工廠來做我哋也會晚上嘅工作，用我去將不應該有嘅東西，我哋嚟拿去，我哋用也會檢點咧來落也會物體，安尼通做，唔好用物體拿到東西就去掉下去。也係我今仔嘅思考，唔可以按嚟做嘅事情。所以我今仔想嘅方法，如果我哋也不急，我哋先將有嘅公民有嘅意識，把它傳承以後，咱來開始做一道嚟硬啲嘅東西。軟體最重要啦。我哋博士有同埋有講到，我哋軟體嗰度係存資呢，係慢慢嚟去集中嗬。我哋叫話將我哋嘅老作品展覽一度，將把啲嗱，嚟同他嘅人講，我哋以前嘅故事係乜嘅？裝好以後，我哋將我哋嘅鄉志呢，春節做好，我哋做一個鄉志，我有嘅推動嘅鄉志也一啲狀況以來，慢慢嚟來分享我哋所有嘅鄉親，來共同嚟來裝備我哋國際晚上。當我哋同人講過，國際晚上。講絕對係談到以後，不是我哋嘅強項，我都唔會講原來以後破壞我哋很多東西，佢冇意義啊！我最重要嘅想法都講，我哋他家人其他就會成法，他家人用我哋採啲嘅食品，用我哋採啲嘅東西，其他嗰度成法，嗰度健康，嗰度永續，生意你要快樂，他老人家要嗰度安尼發通可以做，鬼片呢我哋也逐漸呢係一個最好，除了冇講老了，其他就會成法好嘅一個。希望安尼都達到我哋晚上嘅一個心願。我申請漫長一條路其實冇按過，鄉長講我天天嘅申請，韓國呢青蔥又係安樣嘅本菜貼鄉親竹田嘅菜貼人，地講乜嘅係漫上，大家有了共識之後，才可以跟大家一起去說，我們台灣人封漫城，唔過唔知漫上係乜嘅意義講，安尼將做嘅帶動菜貼嘅認同感，睇到漫上青苔嘅精神，韓國想法嘅推廣。以上就係今日嘅村民大會，感謝鄉親嘅收看。